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1日，箴言14章21到22節安尼講：看見厝邊的人有罪，人面善車的人有福氣。計無歹代，會行入迷路；計無好事，會得到人的精神憐憫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人面善車人，計無好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意愛人行佇正直的路，也歡喜人尊你最大。主啊，你是憐憫甲疼痛的天父，你時刻顧念困苦的人，憐憫艱難中的人，安慰憂傷的人。主啊，你是聽祈禱的上帝，阮呼求的聲，你攏聽見。主啊，你的願佇這個世代，成做福音的出口，互阮佇人的需要頂面，看見阮的責任，來行出合你心意的所行，因為看見厝邊的人有罪，人面善車的人有福氣。計無歹代，會行入迷路；計無好事，會得到人的精神憐憫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